安全。繼續與唔係基本法第105條明文規定，將網絡上私人財產。答案係正確嘅。呢個問題係對香港原有或未來擁有私人財產者，主要受邊啲法規保護呢？答案係基本法第105條明文規定須保障私有財產。下一條喺政治權利上 ，D 加沙不被在於學校參與國家事務。正確。問題係在政治權利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籍同埋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籍嘅香港居民有咩區別呢？答案係分別在於能唔能夠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第三條972 B 安處中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答案係正確嘅。97以後，香港特區公務員喺效忠問題上面有咩改變呢？係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下一條，行政長官喺2000 B 安處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請你重複一次你答案。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正確。問題係行政長官喺2003年9月宣布撤回第23條相關草案，其草案嘅名稱係乜嘢呢？就係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啦。下一條，香港宗教組織宗教 B 安處互相往來交流學術。答案係正確。香港宗教組織宗教界人士同埋內地宗教團體互相往來點處理呢？答案係可互相往來交流學術。下一條，按基本法安處請評判決定。答案係啱嘅。成條問題係按基本法第104條規定，下列邊啲人就職嘅時候無需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呢？答案係2、3，即係區議會議員同埋公務員。下一條，在香港特區加沙。附件3。答案係正確嘅。在香港特區實行嘅全國性法律列於基本法嘅邊一個附件呢？係附件3。下一條，基本法規定只有邊加沙？香港永久性居民。正確。只有邊啲人先有選舉同埋被選舉權呢？香港永久性居民。下一條，中英聯合聲明安處。1984年。答案係正確嘅。問題係中英聯合聲明係邊一年簽署？而答案係1984年。下一條啦，中央各部門 D 打叉。須徵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並經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答案係正確嘅。問題係中央各部門、省、自治區、直轄市如需喺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需要徵得邊個同意呢？答案係須徵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並經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下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短期 B 安處。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正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短期不能履行職務嘅時候，依次由邊啲官員臨時代理職務呢？係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同埋律政司司長嘅。下一條，香港特區嘅影視創作喇沙不會納入規管。正確。香港特區嘅影視創作會唔會納入國家文化部廣電部規管呢？答案係不會嘅。下一條啦，如果話香港 D 喇沙，答案係正確嘅。呢條問題係，如果話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與全國其他地區嘅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嘅聯繫，同埋相互提供協助，啱唔啱呢？點解呢？
答案係正確嘅，係啱，因為基本法有呢一個規定。下一條，選舉委員 B 安全。委員以個人身份投票。正確，成條問題係選舉委員會係由各界別法定團體根據選舉辦法自行選出委員會委員，並以咩身份投票？係委員以個人身份投票嘅。下一條，在香港死因裁判 D 大生。調查死亡個案及有需要時進行聆訊。答案係正確嘅。問題係死因裁判法院負責處理咩案件呢？就係、調查死亡個案同埋喺有需要嘅時候進行聆訊。到第16題，即係剩翻5題啦。喺香港，女性分安處財產全屬女方所有，猶如離婚一樣。答案係正確嘅。呢條問題係女性婚後嘅財產係咪屬於男方嘅呢？答案係不是，因為財產全歸女方所有，猶如未婚一樣。下一條，喺香港一般情況下，英話答案係錯嘅。成條問題係而家係有補答嘅，今次補答嘅，唔好意思。呢條成條問題係喺香港一般情況下，乜嘢人士訂立嘅合約係無效嘅呢？正確答案係未成年人士、醉酒同埋弱智人士所訂立嘅合約無效。下一條，根據憲法若要修改憲聲言2/3以上。正確，成條問題係根據憲法，如果要修改憲法，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全體代表嘅幾多數通過先至生效呢？係2/3以上嘅。下一條，根據憲法各 D 大生。答案係錯嘅。呢條問題根據憲法，各少數民族聚居嘅地方成為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咩嘅權力？答案係 C 自治權。最後一條啦，下列哪一個不屬 B 安全1、2、4權。答案係錯嘅。呢條問題係下列哪一個不屬於民族自治地方嘅自治機關呢？答案係 C 自治期嘅人民代表大會。好啊！喺呢個時候咧，所有中學組嘅搶答題目咧都已經結束啦，大家